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讲解，我是阿明张伟民哈。真正对台湾是一个好消息，咱看到头一批 AZ 的预防车拢总11.7万吨哈，已经伫昨日咱看到韩国大韩航空公司哈，以691的这个班机哈运送到咱台湾的这个桃园机场哈。经过哈这一批啦哈，咱看到讲是11.7万吨的这个预防车，哦，咱讲吼这唔是透过 COVAX 这个机制啦哈，但是咱嘛看到讲吼是直接向这个 AZ 药厂直接买这个1000万吨的这个一部分吼，但是事先真正爱保密甲处啦吼，因为咱过去看到讲吼，这个国际这个情势可能对咱台湾吼真正有这个打压这个部分吼，所以伫遮吼真正是指挥中心是进前1点钟吼才接到这个消息哈。所以咱们看到讲完成这个通关的这个部分了后，运送到指定这个冷藏物流中心吼，透过抽样也好，另外嘛透过检查冷链的这个系统吼，买手若是有取到咱台湾的这个药物检查证，就会当开始来拍啦吼。啊，因为是头一批，所以咱们看到讲指挥中心就特别来盯紧吼。啊，有的人讲吼，啊，可能这7天了后就当来开始来做，但是指挥中心这回来讲吼，真正无要伫7天内吼就开始来做，真正爱细致啦吼。另外，咱们讲吼，头一批要来做这预防车的人，有啥物款的人咧吼？咱们看到讲包含吼伫在职。伫咧专职病房也好，也是伫咧负压隔离病院，或者是这个负责采检单位这个医师人员来去做啦吼。咱嘛看到讲吼，有一个调查，就是讲台大病院吼，差不多有70%这个院内人员是愿意来做的吼。另外，咱嘛讲到吼，有一寡人吼是无建议来做这个预防车，是为虾米咧吼？因为咱讲吼，就是有一寡吼对这个预防车，也是讲过去吼对药物吼有严重过敏这个部分啦吼，真正吼先较等一下啦吼。所以有一寡国家嘛呢建议，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张上顺吼嘛讲吼，这个人是豆豆啊吼，这个等一下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讲到吼，咱的这个预防车已经入来，咱国产预防车咧，到底什么时阵要来产生？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阿明好，大家好。但咱嘛邀请成功病院副院长王主任吼，先来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真正无简单啊！咱讲吼，有当时啊，这个政治的因素，互咱的这个预防车吼，伫国内吵闹，然后吵甲真加滚。目前吼，第一批11.7万吨已经来，相信有一寡人可能会当点啊吼。这嘛是有人讲啊，但是已经来啊，但是有人佫讲哇，这是东强西强，啊这强来吼，啊嘛是真正无简单哦，袂当安尼来吼来打压，还是讲吼欺负咱的这个政府伫啦。首先，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过去咱有讲到桃园病这个部的病院啦吼，因过去讲有这个群聚的感染，但是中部长伊昨嘛讲吼，若是安尼一做落吼，咱讲会当有防护70%，就会当避免吼咱一寡这个医护人员伫咧第一线的时阵受到感染。先做来看。头一批117000剂的 AZ 疫苗送到台湾，照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10类公费注疫苗的对象，第一批是医师人员，其中以会接触到患者的为优先，过来是无接触到患者的工作人员。经过院内群聚感染事件步入桃园病院的医护人员，除了少数的人，大部分拢愿意注 AZ 疫苗。有些人会担心疫苗副作用或它的效力，不过以我们第一线会实际接触病人来说，他不打的风险一定是比这个打了发生副作用风险要高出很多。身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呢，本来就应该要施打，因为除了可以增加自己的抗体以外，我们的那个第一线人员的风险性较高了。目前桃园市11间急救接任病院的医护人员是列伫优先组的对象，市府已经列好名册，差不多有19000人。不过头一批疫苗送到台湾了后，佫会经过检验等等的程序了后，才会当替头一批的医术相关工作人员来做。2档都要隔8礼拜。根据指挥中心的规划，风险的等级第1、第2、第3的医护人员有1656000多人，希望伫8礼拜以内会当摕到有够的数量的 AZ 疫苗，和第2剂会当如期伫第1剂的疫苗做了后的8礼拜至12礼拜来做。3个月以内呢，如果只打1剂，保护力可以有到76%，但是呢，一超过3个月之后，保护力马上就掉到只剩2、3成。现在目前买到的只是一个11.7万剂，那当然会有担心说会不会在一些国际情势的打压下，我们没有办法取得第2次。因为临床试验目前大概最久就做到就是4个礼拜到16个礼拜。台湾目前政府宣布是定在8个礼拜嘛，目前看起来打第2剂以后能够再加强的是有限的。
所以指挥中心他宁可多一点人打第一剂。医师表示，指挥中心甲外国买的疫苗数量至少有1500万剂，虽然入来台湾的时间还无确定，不过大部分的人是注会到疫苗的。上介重要的，要是安怎分配来做，保护这医护人员，避免出现副作用了后，请假的人数伤济，造成卡手无够，影响到照护的人力。记者综合报道。咱讲这回吼，11.7万吨的这个预防车吼，伊是一个刀制性的这个包装吼，达罐差不多10人份吼，啊，放伫咱讲2至8度的这个环境吼，过去咱有讲到吼，其他这个部分吼，有像于三星的可能爱一个冷链的这个系统，2至8度吼，对台湾人来讲吼，可能这个冷链系统唔免遐尔惊吓，但是咱讲这数量11.7万人，啊，要搁分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啦吼，咱看到吼，第一波若是直接照顾的含采检的这个确诊啊有谣言的这个。第一线工作人员是50716人吼，啊，若是第二波咧吼，就是12万外人吼，所以咱看这回11.7啊吼，这个部分吼，安尼去若是数学安尼加起来，其实第一波、第二波有当时还斗袂歹吼，但是这边安怎来处理咧？哦，其实来讲吼，因为咱即马11.7，靠着咱要去做所谓的检验，就是咱卫福部的那个食药署药物食品检验查验中心。伊检验了上少差不多7,000支物件，就是做检验无去啊。哦。所以照理来讲，差不多11万剂啦。就是这个7无去啦吼，11万剂啦吼。啊，11万剂啦，靠掉咱即马冷链来说，有时会破损。啊，一寡会耗损的物件落去，所以算起来差不多佫超10万会使用啦。是。你若10万来用，就差不多5万人。会使拍2剂，吼。啊，因为咱即马到是所谓的第一级的吼直接照顾的所谓的第一线工作人员哦，大概57716人嘛。是。所以看起来吼，咱应该是先拍第一个。第一波啦吼。第一波应该是无问题。是。但是破来应该有差不多5万剂，对不对？即摆就爱看时间啦。头这5个月内底，然后第二波疫苗过入来，咱继续会再拍。OK。啊，若无咧，我相信指挥中心应该是。针对第一波的人，先去拍另外第二剂。另外第二剂，但是这嘛是爱时间按算甲拄啊好啦吼。对。尤其咱等下看到一张图表，咱等下讲哈，就是讲吼，这到底吼，咱的这个数量有够啊无够啦，啊，到底什么时间会来吼，咱佫也唔知吼。指挥中心嘛来讲吼，建议这2剂人爱拍2剂 AZ 这个预防车拍2剂，至少都要计吼8礼拜吼，啊上长的等到这12礼拜吼，啊注射这个优先对象，咱讲吼是第一优先的这个医术人员吼，所以5万啊，其实吼可能第2个部分，因佫会去抬一寡人吼出来吼。是做咱讲吼第一波还去做这11.7万吨的这个部分啦吼，这个继续咱个请教苏卿姊啊吼，有人来讲吼，这有影是东庆西庆来，嘛毋是透过这个 COVAX 的这个系统来啦吼，但是这款现象咱要来去甲解说咧哈，尤其咱讲吼，啊有的人吼虽然吼调查起来有7成的人吼医护人员要去拍，但是也有迄3成唔敢拍，要安怎甲因建议？即摆先讲吼，就是咱有甲 COVAX 买，可是 COVAX 其实呢，即摆有摕到 COVAX 疫苗的国家，咱用看，感觉像讲加纳是啥，因是确实较欠疫苗，啊，可因国家可能嘛无即个能力，家己去买较济、较贵的疫苗。所以这个情形这个情形一定先摕到。啊，佢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啊，总你也是有钱的，你用家己买，你预防车，感觉有买，可是 COVAX 拢还没来。所以这个代志唔是讲台湾啊，是即马足侪国家有甲 COVAX 买，可是你若总共唔是迄真紧急，啊，你可能安那就是国家的经济状况唔是遐尼好。啊，你无一定买得到的，这人可能有较先摕到，吼。啊，如果你经济能力真好，你其实有钱，你有可能买得到。这但 COVAX 可能是摆较后壁。OK。所以如果摆较后壁，咱有即摆想讲，咱进前家己买呢，咱进前家己买，咱已经注文啊，就是咧 AZ 的这个预防车。那 AZ 预防车，咱注文是1000万吨嘛。啊，1000万吨，大家就想讲啊，那11万，这差足济对不对？可是你也想看卖，迄欧盟甲英国为了什么关系，两个真紧张，嘛为了 AZ 疫苗嘛吼，讲你遐做啊，即马是安那，啊，总个也无出来，我即马规个交会拢延迟嘛，所以这个情形大家拢真注意这个交会的状况，所以我感觉伊可能是因为 AZ 这个预防车吼，伊咧真济所在制作，比如讲亚洲有咧印度做，是，吼，个大火烧呢吼。
进前火烧嘛，啊，佮有一个所在是伫韩国做。OK。所以我哩药啦，因为我无去看到，可是又讲是大韩航空甲伊运过来，有可能咱是毋是摕到讲韩国在做吼，啊有较济，啊就先牵过来互咱。OK。所以我感觉无论济啊少，同少即马即个量。会用互咱第一线吼，可能会去画着，可能会去拄着这感染者的这人，会用先做最同重要。是。啊，至于讲有遐其他人讲奇怪吼，啊，因为这个预防车遮尔新，佮遮尔紧就做出来。啊，有人惊惊，所以进前你看咱医生吼，因为伊家己吼在风险之中，所以因家己想讲爱做，所以有7成。是。总一般民众咧，进前迄有杂志做迄调查嘛，6成左右的吼，啊6成左右，你去看真古锥，有。伊讲好，我要注意防射这人，啊是哪要注意？伊讲看起来感觉有效，吼。第二个就是看起来，这个副作用感觉嘛无遐尼大，是。所以感觉有效，感觉副作用已经接受的才差不多6成。问题这是讲即马问你哦。啊，未来正讲遐预防射来，大家台湾就是安尼，因为你即马吼疫情无遮尔紧张，大家就会惊。吼，你讲啊，听讲迄外国做迄什么莫德纳，人迄保护有高成，啊，阮即马这7成尔，敢要做这，大家就开始会惊啦。所以我感觉即马的数字，偌济人要做，到时阵真正有偌济人要做，可能咱能够观察。可是同好，即马同好的消息就是讲，咱第一线有可能直接接触这个感染者、这个医护人员，即马同少有预防下人做嘛。我感觉另外有一群人吼，咱嘛要该注意的是，进前迄真。飞行机的航空的人员，因为因进前吼，因为无这预防射，所以定定呢飞完一抓，就爱他妈等几工才能够飞，根本就无家己生活。啊，即马总讲这第一批可能应该蛮感受的内底，因为嘛是第一线会去拄着这感染者的人。OK， 有影啦吼，这个咱讲吼，可能是这个技术也是，但是咱讲吼，真正第一线可能也是有这个机场可能有拄着采检这个人员，伊嘛是第一波吼优先爱去做，尤其咱讲吼红岛境外伫遮吼，这个机场的这个部分吼，真正嘛袂使歹去啦吼。但是咱讲讲但吼，咱过去看到暴力桃园病院迄当中的这个群组感染，哦，逐讲到这个本土案例直三成，大家嘛会惊吓，啊，尤其吼第一个这个部分是伫咱讲医师。佮传吼，这个护理师吼，所以陈时中部长昨嘛讲，哇，若是有这个11.7万吨吼，虽然扣掉这7000万吨然后，也佮有11万吨吼，这就会当吼咱讲吼，这个医护人员避免掉群组感染，若是有7成，这样哪看咧？所以今麦来讲吼，第一部分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包含医师啊、采检人员啊，甲所谓的边境，就是咱的海关吼，是，就个人拍了超5万人嘛。5万人，咱即马是咧争取时间啦。超8礼拜到12礼拜时阵，若是够第2批来，咱才继续开始拍第二个顺位的人，对不？啊，若是无够，因为即马第二个顺位嘛要11万人咧，啊，你剩5万只嘛无够拍，啊，是除非你要嘛，你就是做顺位，啊，佮从里面这个挑一个顺位，优先来先拍。是。所以咱看第一波伊讲吼，第一波真正拢要甲拍好交运吼。第一波吼5万外人，啊买手阁有5万外吨的这部分，升至第二波阁有一寡吼风险较悬的人。对，是，这是咱看到吼指挥中心的这个做法。另外，咱阁有一张图表吼，讲拍完第一剂了后22天吼，有71%的这个保护力啦吼，2剂吼计12礼拜吼，保护力会当有8成，这尔济啦吼。咱头拄讲吼，至少爱8礼拜，这是考虑到什么风险呢？因为吼。因即摆有咧观察，咱即个预防射伊到底会用提供偌济保护力吼，是爱看伊当阵做的研究。啊，即个 AZ 伊做的研究咧发现到吼，总共那计甲8礼拜，甚至搁较长哦，12礼拜，伊发觉讲，即个时阵做即个第2档啊，伊用互伊本来即个。保护来加7成，用往上提升。12礼拜当搁较强，所以有的医生就讲，其实人因等吼，等到12礼拜搁较好。哦，就是因为伊当初做研究，伊看到这个结果，所以讲安尼等这个时间是袂歹。只是讲有人讲，可以等这个时间等这么久吼，安尼敢袂麻烦？其实我感觉袂啦，因为咱台湾吼。有一个真甲世界比，算讲真进步的所在，就是咱这个预防注射的体系吼，非常好。比欧洲、比美国、美国、比日本拢搁较好，因为咱平常时你看进前注这流感疫苗吼，啊是讲咱细汉囡仔吼，因迄
入学前才预防注射，拢做到真好。所以咱规个体系是有建立的，所以咱其实要做这个代志真简单。咱有健保卡，还追踪啥，所以我感觉咱较袂闹交，袂讲我这档资料吼，袂记你做第二档，应该是袂。所以咱总共也用个讲，较成功的第二梯，什么时阵会用做？迄个预防针有入来。数量有够，咱用来讲，按这个咱想吼，用讲，我感觉3礼拜安尼更较好。是有影吼，咱所以咱讲，虽然是至少8礼拜吼，所以11.7万档吼，有够8礼拜，也是甲12礼拜吼，这个春秋的这个空间伫啦吼，所以咱看到其实也免遐惊吓吼，咱就是豆等。其实咱嘛讲吼，公共卫生过去咱一直咧讨论的啦，咱嘛看到讲吼，等下有一个新闻是讲吼，美国德州遮啦吼，因讲肺炎竟然要甲解除这个禁令啦。吼，咱等下看到这个新闻，但是咱看讲吼，其实嘛有人烦恼讲这个 AZ 的预防针到底副作用是啥物啦？吼，咱来看到伊的副作用吼，伫这个注射的所在可能会肿起来，吼，另外咧会痛、会疲劳，筋肉会酸痛、关节嘛会痛，身体无遐尔这个有。好伊的这个部分这个咱讲体内的这个温度嘛会升悬，另外嘛会这个发烧啦还佫会胃寒想要吐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副作用一定有但是咱嘛讲有的人的这个讲法是讲副作用愈强，代表伊的预防针这个能量愈好安尼，敢会当来讲？我感觉这做讲法有点所谓的误导啦。OK， 跟他讲呢。其实咱要拍预防针，就是要互免疫反应提悬，这无问题。是，但是免疫反应提悬，其实来提免疫反应有2种一种是叫做好的免疫反应，一种是歹的免疫反应。即摆所谓疫苗歹做这技术直直要进步要歹做，其实追根究底的目的就是要甲歹的疫苗反应、免疫反应给降下来，是好的免疫反应给提悬。无要做疫苗来研究它这要创啥，对不？所以即摆咱来讲，所以咱即摆来讲，疫苗拍落去是毋是会使甲免疫反应提悬？这是咱的目标。是提悬了，咱是毋是来控制咱的歹的免疫反应，控制一条？是。所以呢，拍免疫反应一定有副作用，袂使安尼讲。你若是副作用，若是讲你的歹的免疫反应有控制好，其实副作用就轻的啊。是。所以讲，我讲这个讲法有淡薄仔。误导，袂使安尼讲，袂使安尼引导啦吼。普通咱佫讲一个例吼，比如说咱拍流感，为什么咱的免疫反应要提悬的？是要控制伊歹免疫反应，咱通常会加一个叫佐剂。佐剂就是目的就是要咱免疫反应提悬。但是较歹免疫反应要弄低。但是这佐剂你若要是好用的这佐剂要研究足久啊。包含伊的毒理测试啊，什么确定伊这是对人体是好的，咱们才会加入去。这是在流感常常咧用的疫苗。即马咱用不管是 mRNA，还是即马 AZ 的这个所谓腺病毒载体，其实伊的做法伊无加迄佐剂啊，但是伊的载体内底伊有做基因工程的修改，目的嘛是所谓的减毒。有人讲是叫做减活啦，减毒这种概念。其实减毒的作用是赶快要把免疫反应提高，但是歹的免疫反应给降低，做法是赶快。messenger RNA 嘛赶快，伊嘛就加佐剂伊迄佐剂嘛是经过足侪测试，才知影讲这个方法会使拍人身上。是，所以咱来讲起来，其实伊即马头拄我咧讲，主持人讲的这种说法是其实是唔对，是唔对的啦所以咱嘛佫一解观众朋友有正确的这个认识所以咱嘛看到这张图头拄仔这个苏庆志也有讲到大家想要开始警我即阵有 AZ 的副作用也是讲会当减较少的，也是讲BNT 的这个效率更较好，也是讲Moderna预防针效率会当更较好，我是毋是会当经这个较好的这个部分所以咱先来看讲注射的这个所在会痛的AZ 有54%啦咱看到讲BNT 84%这个部分Moderna 是92%啦若是疲劳的这个部分是53%啦这个 BNT 62.9%啦Moderna 是70%啦头痛同款嘛是52%、55.1%、64.79啦若是讲会发烧的才这个反应这个部分，咱看 AZ 的预防针敢若7.9，另外咧 BNT 14.2啦Moderna 是15.5%啦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副作用即阵嘛会考量到讲到底这个经预防针，若是讲要互政府建议啦因的这个分配的措施，佫会当安怎做？
有个人就是讲吼，其实这预防针你看吼，总共你也感觉讲，干嘛？当然保护力愈悬愈好啊。有个人是安尼想，可是你爱遐尼悬，一定爱遐尼悬嘛。讲实在，有医生就讲，其实你想看过来这3种的预防针吼，你甲伊当做是感觉咱买车共款。啊，有的敢若跑车，啊走足紧的。啊，问题你台湾，你路就是安尼，你走较紧创啥对不对？啊，有的感觉轿车，伊可能无遐尼拍，伊不知道会遐紧，可是有够用。所以如果讲你来看这 AZ 的这个预防针，伊有够用，这是第一件代志。因为咱即摆买通侪是伊嘛，吼。所以民众同可能拄着就是这个预防针。好，伊的保护有够啊，其实有够，因为咱即摆拍流感的预防针嘛是5、6成尔，已经到7成，这是第一件代志，有够力无？有。第二件代志，咱来看这个副作用。副作用的部分呢，这张表是咱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因做的。你看讲，其实比起来 ，AZ 的疫苗，感觉伊的副作用反而较少，较少一丝丝。尤其是这个真重要的副作用，伊无写顶悬，就是讲，之前有发现讲这两种莫德纳甲这个 BNT 啊，拢是 mRNA 疫苗啊。啊，因为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就发现讲吼，有一种副作用，这种较严重，叫做过敏性休克。啊，伊的发生的机会呢，较悬一丝丝啊。所以你有当时比起来，这个较高走，吼，我保护力较悬，可是问题伊无一定副作用较低啊。所以即马 AZ， 咱即马你可能拄着是这款。第二种就是讲副作用的差别。阮朋友伫美国，伊就讲伊就是住着这个莫德纳。伊讲吼，头一工住的时阵就住咧就讲，无人讲无啥物副作用，伊感觉这袂歹啊。第二摆去住的时阵啊，伊佫想讲，伊第二工要去上课啊，要去创啥，完全无办法。伊讲伊手连夹都夹袂起来，规人根本无办法做代志，伊一工就是感觉废人，赶快留伫因厝的。所以你想讲，原来这样第二档的时阵副作用真严重哦。连因美国的副总统嘛，贺锦丽嘛讲，第二档做了后，其实才刚有小可爱副作用。所以如果未来是拄着这种莫德纳是 BNT 这种 mRNA 疫苗，感觉做第二档的时阵，你也喷到这种，你要注意，可能第二档你要怎么拜5还是拜6？你第二天休困。嘿，啊，总共说你也是喷到讲这个 A 类的预防针，因为伊第一档的副作用较明显，所以你可能做第一档的时阵惊讲有当时手整吼，第一件代志讲我利用这抢的人，我就做倒手，嘿，因为你种局部的总统嘛，我换一支手，你卖用你的惯用手去做。第二件代志，你也搁较烦恼，你就是可能嘛是你第二天无啥头路，伊讲你去做，你去做，安尼这种副作用你同少淡厝的休困就好啊。我讲。这吼，大家拢唔知影未来你会分到倒一种，可是咱能确定就是讲，无论倒一种，伊即卖保护的能力拢是有够的。OK， 保护能力都有够啦吼，免惊吓。但是咱嘛讲到吼，有的这个副作用吼，第一剂甲第二剂是无共款的吼。咱头拄嘛讲到吼，即阵咱买这个吼第一批 AZ 的预防针是这个腺病毒吼载体预防针吼，第一剂副作用会比第二剂较悬吼。若是讲吼买手，若是有入来吼，这个莫德纳好啦，还是讲其他预防针因是 mRNA 这个预防针啦吼，第二剂副作用会比这个第一剂较悬吼，所以咱头拄这个苏庆志也有甲咱建议啦吼，有当时吼。可能是政府排，但是你若有当去选择的时阵吼，会当休困一个时阵，进前迄工才来去拍啦吼，避免这个副作用影响你的工作等等啦吼。过来，咱搁介绍咱的第三位来宾吼，是咱成功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吼，继续要来请教这个咱的副院长啦吼。其实对医护人员来讲，头拄也嘛问过吼2位先辈啦吼，但是对这回咱讲吼，避免着桃园部的病院这款的这个群组感染，病院遮吼头拄吼其他病院是7成吼，恁病院咧？ 7成啊，7成会有愿意要来做这个。阮病院吼，其实2礼拜进前吼，这卫生局就通知阮爱造册啊，然后，所以阮病院超2500个员工吼，阮就是依照这个风险的程度，有1级、2级加3级，1、2、3啦吼。啊，1级的就是讲吼，即摆就是讲会去接受到吼这个 COVID-19 的患者，还是讲伊是去采检，还是急诊，吼，还是检验科的这头一线的人，这拢是伫。 这个第一级的风险，这就是优先组嘛吼。啊，第2级的，就是讲伊是医护人员，但是无直接可能会去接受到这个 COVID-19 的患者的，啊，这就2级。啊，剩的像阮这就是3级的吼，对，行政的吼，嘿，较无，所以有迄剩这3级。啊，阮拢造册拢完成，啊，1礼拜前阮嘛是甲这造册拢送互卫生局啊嘛吼。啊，但是吼，我咧讲吼，到底这组吼是。 根据什么原则啦？吼，应该是有3个原则，就是讲第一个，你对风险的程度，1、2、3这头一个；第二是啥？就是讲
咱到底有几剂会送来阮病院嘛？伊你即摆嘛知影讲，即摆117000来讲吼，啊全台湾即摆分配可能是100间病院嘛吼，啊咱台北昨瓜市长是讲有16间病院吼是头一摆，啊但是伊无可能一摆吼成功病院2500剂嘛，伊可能互1000还是500，可能是安尼即个技术量，嘿，差不多是安尼技术即个数量尔嘛吼，所以第一就是讲伊的风险，第二就是讲伊互阮几剂会使住，第三是啥？就是头拄主持人讲的对，迄个住即个医防社的意愿啦，意愿你嘛要尊重即个意愿，就是讲为即个风险上悬的，咱来请教嘛，啊伊若讲。那要做，咱就甲搞起来；啊，若不爱做的，就后一批，啊，咱就跳下一号安尼吼。所以就根据这3个原则，阮就是讲上紧的时间爱甲施打安尼啦。啊，这2天阮开始咧调查，因为昨迄个疫苗到啊嘛，吼啊，为什么要疫苗到？阮才会使调查，你知道？因为阮爱互阮的医护人员真清楚讲，啊，即马台湾来可能是住多一支嘛。OK。啊，你爱有一个选择啊，因为可能 AZ。啊，若讲头一剂来是莫德纳，可能答案可能是无啥共款。啊，即摆已经足清楚的，就分配来头一批就是 AZ， 啊，阮就知影讲根据这个 AZ， 啊去问这医护人员，啊，甲这顺序表甲摆落来，吼啊，根据这个顺序表来施打，啊，都无问题啊。所以咱头拄看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风险，其实这个医护人员家己嘛去思考啦。是，因拢足清楚的啦。其实我来讲吼，这医护人员伊是资讯吼上。最丰富的吼，伊就逐工拢看这国内外的这个 paper 吼，所以你看吼，大陆进前有一摆调查，恁个有记得没？大陆咧调查讲，咱这一般的民众施打因中国因的迄个民众住迄个医防社的意愿，一般民众拢是9成8成要住嘛。但是大陆因有一寡迄个因的医护人员，伊的意愿可能就敢若2成外，啥讲？因为因医护人员足清楚的，每一支医防社伊的效果啦，啥拢足清楚，所以资讯越透明，有法度选择的时阵，医生护士大家嘛去做出一个判断力了，对啊。OK， 所以咱讲吼嘛，唔免即个惊吓啦，咱讲吼真正是背上吼，即个根据咱即个所有即个科学数字啦，啊，无科学数字的是咱过去有讨论过吼，可能是中国即个部分啦吼。咱嘛有咧看讲吼，中国伊咧做防疫的时阵吼，今年6月因讲要拼即个中国医防社要注射吼，差不多40%，但是伫2月咱看到一个数字吼，那是按照因有13.9亿的即个人口来去按算吼，4个月来要有5亿个人去注即个预防射啦吼。但是即阵到2月底，因的即个预防射，即个咱讲注射的人吼，敢若占因总人口的3.56%，无到4%啦吼。但是因继续咧做啥？做即个预防射即个外交啦哈。过去咱嘛有看到讲台湾吼，有国内有声音讲啊，咱都进口即个一寡吼中国预防射，但是即嘛唔免啦吼。虽然咱讲吼，即个进度也无真明确啦吼，但是咱佫会当等咧吼。尤其咱讲吼，真正咱台湾的防疫也免惊吓啦吼。若是讲 COVAX 即个配额啦吼，即个 AZ 的这预防射吼，20万剂吼，差不多是即个韩国厂来提供吼。这毋是咱头拄讲的11.7万吨内底啦吼。5月底进前会交货吼，另外吼其他即个厂的即个部分吼，也佫有456万剂啦吼。也即个交货时间也毋知影啦吼。另外，若是讲向即个药厂来去定的吼，头拄咱讲的11.7万吼，就伫遮吼。即个 AZ 的预防射伫即个1000万剂内底吼，头一批咱看到伫3月初3已经来啊，啊其他吼陆陆续续差不多5月初吼，甲即个6月即个时间吼。另外，莫德纳即个部分吼，佫有505万剂啦吼，嘛是5月至6月啦吼。啊，另外 BNT 吼 ，Pfizer 这部分吼，即个也未讲好清楚啦，差不多嘛是有500万剂啦吼。啊，咱讲台湾已经将即个 BNT 吼，即个合约签好送登去啦吼，这2天可能就会得到讲即个甲总公司吼直接吼，佫进行买手咱讲的即个未来即个合作啦吼。啊，若是讲本土的预防射，大家嘛真期待啦吼。就是讲吼，本土预防射到底什么时阵会出来？啊，其实即个高端也好，联雅也好，因的进度大概是安怎？即马知影是高端疫苗吼，即马知影是伊即马已经开始咧做所谓大量生产，伊同步进行啦。是。伊的第2期要做了，但是已经开始咧做产线的分配，要做500万剂、500万剂的疫苗出来。啊，这500万剂是即马是陈时中因这边已同意啊，会使你就是做500万，会当生产啦，系生产啦。啊，另外对联雅来部分嘛是500万剂啦。联雅诶进度是到8月底啦，照法度甲500万剂给做出来。那我知影即马是高端希望会使扩充到1000万剂啦。OK。啊，但是另外，所以讲即马另外500万剂呢，即马就是爱卫福部同意啦。因为即马咧，因为是讲，即马拢是政府要收购的，所以伊就是爱出钱去买。
啊，若买食，恁若是无这市场，若是拢差不多拍到大家大家拢安尼一摆啊，若是要单一来，可能就会强暴。对，这就浪费嘛，这一个。第二个，无你又是有讲法就讲，若有一外国的买家来买 ，OK。啊，你若要个生产另外500万剂，无问题。但是你爱先甲我讲有无？有啊，敢有买家？是。啊，目前即马听讲搁咧讨论啦，咧甲国外有咧接洽啦。是啦吼，咱讲过去这个进度有较慢吼，所以咱讲吼国际这个甲咱排名本地第3名，尾手变第7名吼。但是咱即款看起来，真正有希望6月吼，搁8月时阵高端500万吨这个连压吼，共款嘛是500万吨吼。但是就是爱甲咱看到进口入来这个时间吼，这个肉价速度吼，有当时啊真正卖拍算去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国家的这个核准可能就是爱考虑真济啦吼。所以来，咱要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头拄咱讲到。吼，咱讲全球疫情也是真严重的这个部分吼，尤其这个美国这个部分，咱看到讲吼新闻咧讲啥 ，Texas 吼，德州遮吼，讲吼这个喙炎就使完全甲禁掉，提掉呀啦吼。啊，这个餐厅吼，其实你入去慢慢像过去安尼吼，这个梅花座安尼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有真大的这个反弹吼，甚至连美国总统拜登伊嘛讲，哇，这是一个 big mistake 吼，真大的错误，先做来看。今年67岁苏珊·麦斯威尔川宝在纽约长岛一间病做有红虾，是这间病摕到招生有红虾了第一位做的。So I'm very thankful. It makes me feel that I can go out now. You know, I'm still wearing a mask, but at least I can get out and do a little bit of food shopping and taking some of that responsibility off my husband. 在苏珊之前，222州立大学就已经有一位86岁妇女史马伦伯格做过，伊是全美国第一个做招生的有红虾。招生有红虾已经向全美国真侪地区配送400万吨，为了要加速疫苗的生产，美国政府启用国防生产法，和默克药厂甲招生合作。总统拜登讲，一直到5月底，全美国成年人的有红虾未欠货。伊西山也针对德州为了要救经济解除肺炎令，讲这么上重要的就是遵照科学。I think it's a big mistake. Look, I hope everybody's realized by now these masks make a difference. We are on the cusp of being able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nature of this disease because of the way in which we're able to get vaccines in people's arms. And the last thing we need is Neanderthal thinking. 共和党这位德州州长艾伯特催你签行政命令，随即开始取消肺炎令，并且准企业全面重新营运。伊讲德州有真侪人失业。在有风险注射率增加、断疫率下降等条件下，甲德州开放。德州也是美国取消肺炎令上大的州。密西西比、密西根、路易斯安那州也拢取消肺炎令。华盛顿邮报评论讲，艾伯特安尼先做危害德州甲其他地区的健康，决定了伤早伤凊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看到讲吼，美国有一寡这个州吼，因为这个州长讲吼，我就是要经济开放啦吼，真正要来救经济。咱讲吼，疫情安尼互因翕伤久啊吼，但是这真正介危险啦吼。虽然咱看到讲吼，美国已经核准第3间 Johnson & Johnson 吼，招生的这个预防虾啦，咱头拄嘛看到这个纽约吼，这个 Long Island 吼，一名这个富人人住落去，啊，大家嘛真欢喜，但是这个时阵。更加爱来特别注意，就是公共卫生部分，喙炎尤其爱挂好掉啦。苏经济啊，你看美国德州这个州长安怎想咧？这个部分，因为咱其实为这个 COVID-19 开始以来，一直是共管一件代志，就是即马咧是要救生命，还是要救经济？所以因定定呢，是你这两个中方呢，害来害去。你看吼，像。咱差不多1个月前，迄当阵全世界疫情同严重的时阵，迄一天足恐怖安尼，伊个高峰伊的曲线是伫遮。是。啊，因为大家开始呢，接紧张了后了，英国嘛封城啊，德国嘛封城啊，大家开始做共一件代志，就是封锁。停止移动。而且时阵你会看哦，伊即个真紧的，伊即个新增的人数就会落来。啊，可是呢，最近慢慢啊，佫翘一丝丝起来。为啥物？有当时就讲，毋是开始咧煮预防虾，啊，毋是天气即摆应该无遐尼冷啊，那是安那即个佫翘起来，真简单。浮起吼。真简单，就是因为大家拢开始感觉，即摆应该用免戴喙安嘛吼，即摆应该用解封啊吼，用自由移动啊吼，即摆即个想法一开始你用看，迄真明显。迄个新增的病例就随时会起来，所以
我感觉即马唔是全面性的解封的时阵。OK。啊，可是有一寡，因为你看，因为嘛是联邦制无办法啦。你即个德州，我就是爱经济好嘛，我搁关落去，我这个人无饭通好食，无饭通好食，无头道通好做啊，我就是安尼做。可是对等于讲，伊即马想讲，是毋是我用个写字落了后，随时烫喙干？这一个讲。可是其实吼，你问遐专家，因都讲袂使呢。因讲你写字落去，共款爱啥物洗手、烫喙安袂使，共款大着。甚至你这距离嘛免有伤近，所以是一步一步来。可是因一摆跳3步，所以真紧你能看到，我感觉即马数字一定要牵起来。是根据着这个咱讲。研究员的这个有一寡这个研究的这个看到吼，一寡这个报告吼，伫咧这个 host 甲这个 cell 这个 microbe 头顶的这个期刊头顶讲吼，其实吼咧住落去了后，虽然有一寡这个抗体，但是这个抗体，咱讲吼，这个呼吸道有这个下呼吸道甲这个顶呼吸道啦吼，有当时啊，这个住落去吼，可能有咱的产生抗体是咱下呼吸道遮啦吼，但是伫咧鼻腔遮，也有发现这个病毒吼，无法度完全吼改避免吼，这个咱是什么款的发现的？哦，即摆是香港大学吼，差不多3公斤。在头拄主持人有讲吼，在叫 cell and host micro。这个是算定期期间，伊细胞这个期间诶姐妹刊。是。伊即摆发现讲哦，有拍疫苗的人啦吼，啊甲无拍疫苗的人，啊去做比较，啊有拍疫苗的人呢，普通时看咧抗体拢提悬无问题。伊疫苗2种，就是 BNT 啊甲北京科兴这2种。是。啊，有2个拢分别做研究，发现抗体若增加无问题哦，的确有保护作用。是，伊会甲伊的肺部的发炎吼，拢会抑制下来，病毒量会降低。是，但是呢，伊看到这情形咯，啊，你去采检，因为这普通去采检拢是来生活咯，来去做采检嘛。另外一位是鼻腔啊，结果伊发现有拍疫苗的人，伊迄是2个月以后的人，拍完2剂疫苗的人。病毒去检查时，发现佫低呢，佫足多呢，甲有拍甲无拍感觉差不多。是，哇，这下害啊！伊对家己有保护，但是伊佫有共款有机会甲伊的病毒传染给别人。啊，即摆发现就是讲，因为伊产生的抗体呢，基本上咱抗体若产生了后拍入去，大部分拢咧咱的肺做流窜。是，咱的肺部上最就是肺啊，有微血管嘛，所以内底伊会甲伊的抗体送到肺部内底，把伊的病毒给清除掉，会中和掉，无问题。但是咱的鼻腔无共 ，OK， 鼻腔是黏膜组织啦吼。啊，这黏膜组织呢，抗体 IgG 无法度进去，咱叫 IgG 无法度入去。啊，若要进去还是 IgA。但是你拍落去的抗体目前拢是 IgG 为主，不是 IgA 为主。所以因即马开始咧烦恼是安怎？既然发现这个问题，咱拍抗体，拍用下有抗体。对家己有保护无问题啊，但是是毋是佫有传染别人的机会？看起来是有哦。所以即摆回应头拄来宾咱甲做成个所见的讲法就是，其实喙癌嘛是一个大。有影，袂当像德州安尼啦吼，所以咱讲全球疫情也是介严重的吼。即阵咱即张图表是讲吼，即阵来甲即个11508万人吼治病，然后咱讲全球即个死亡人数256。万遮尔济全球致死率是2.23%啦咱嘛看到讲台湾即阵真正守护也袂歹960例死亡人数9例啦啊解除隔离已经928例啦咱看美国也是这个全球疫情上严重的这个所在，澳洲其实嘛是挡了袂歹即阵虽然有28000但是咱嘛看到讲伊嘛是共款要关掉咱讲边境佮该延长3个月啦。头拄咱嘛讲到这个注射这个部分无够4%啦尤其这个部分伊佫继续去做这个咱讲预防射外交敢真正有效应，家己国内都做袂赴哪有合度佫去咱讲佫去外交咧所以咱嘛有真侪犹豫的存在。另外日本遮因为要办这个东京奥运所以因一再伫咧东京岛遮来做一寡这个紧急事态宣言另外看到韩国即阵嘛看到讲9,816例啦政府为着协助这个航空公司渡南关嘛宣布着讲要用着一寡旅游的这个来去做一寡防治另外土耳其遮是豆来去解除防疫的这个禁令这个有一寡食食的这个部分嘛恢复正常营业。另外看到这个巴西这个所在是咱讲
美国以外上界严重死亡人数连续几日讲拢是破千的这个部分，公共卫生尤其要注意好啦吼。咱个讲到这个预防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讲虽然有预防射，肺炎继续大吼，尤其全球解封。本地有人讲，按算这个今年底啦，可能嘛无遐紧吼，继续搁请教这个副议长啦吼。其实咱讲吼，这个预防射若是要做落去，有当时过去咱讨论这个流感预防射这个部分吼，有人讲哇，这个预防射若是有不良反应的时阵，大家就开始惊吓吼。这先搁互观众朋友一个心理的建设，不良反应甲副作用，啊有当时也是家己吼身体个人的问题，甲这个预防射无直接的关系啦吼。是。我咧想是安尼吼，咱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啦，就是讲这个预防射，咱是已经旧年的12月就开始做啊嘛，吼，美国甲英国开始，啊，即马全世界吼已经超过超100个国家拢有咧做啊嘛，吼，这第一。第二，为旧年12月到即马吼，咱已经做超3亿剂在全世界安尼做，啊，即马一个礼拜超5000万剂安尼一直咧甲做咧做啊吼。啊，看起来就是讲，经过3个月，你嘛知影咱这世界各国吼，大家每一个国家拢咧监控讲，啊做落去，敢有啥物不良的反应，啊敢有啥物副作用，对不对？所以呢也是讲有啥物特别较强烈的这个不良反应的时阵，其实世界各国足侪国家早就动起来讲袂使搁做啊嘛。吼，你看以色列，因900万的人口，即马做的超过600万啊。啊，你想看卖，若是讲这预防射做落去有足强的这个所谓的不良反应的时候。啊！这以色列早就甲你动起来做，那有可能搁继续咧做。所以我大家报告一个观念是咧遮吼，因即摆安尼看起来是安尼啦吼。所谓的这个副作用来讲吼，一定有诶。即咱做流感诶疫苗，咱嘛是有这个预防射，咱都有这个经验。是。所有一个，这就是讲有一寡副作用，但是我要甲大家讲，看到副作用上侪，应该就是读到几个专家嘛讲过吼，就是讲酸痛，较酸痛，这做诶所在，这一定诶。第二就是啥，头较痛，啊，第三就是啥，较忝啦。较忝吼，啊，但是吼，你看每一种这个预防射吼，产生这副作用内面发烧的吼，超是7%左右尔，100个有7个可能会发烧。但是我要甲咱的观众讲，这7个发烧的吼，一天就搁好啊，一天就降落啊，毋是讲哦发烧几落天拢袂退，毋是，伊就是迄天较反应较强，啊，就发烧，啊，可能过顿工啊。休困啊，都无这个副作用啊，所以基本上我感觉即马咱若这个疫苗若是会使做的时阵吼，不管是倒一排疫苗，即马这副作用拢是伫专家的这个监控会使监控的范围内，这是无问题吼。啊，至于讲这个不良的反应，就是讲较强烈的这个不良的反应来讲，即马看起来数字吼，差不多是100万内面会出现。5至10啦，就100万人内面有5个至10个吼，真少啦吼，嘿，较强的这个不良的反应啦吼，甚至有可能会死亡。但是我要讲的是讲，这若无经过专家的这个开会的这个审定的时阵，嘛无法度判断讲伊这因果关系是因为做预防射伊才发生这个死亡，还是讲伊本身的这个慢性病、破病，还是慢性病，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吼死亡的这最后的结果嘛吼。所以即摆看起来，我感觉全世界这数字拢足透明的吼，啊这也无法度暗藏。所以我感觉咱的民众吼，大家免惊吓这个代志。我感觉咱即摆应该是期盼讲，咱的这个指挥中心。会使较紧有疫苗咧来，啊，较紧甲咱的这个民众吼，较紧甲这个预防射做起来。我感觉这才是即马上重要的重点啦。是啦吼，先有咱讲这个预防射之外，群体免疫的这个吼部分，伫咱台湾会当形成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头拄啊吼，嘛是爱提醒吼观众朋友，就是讲不良反应甲这个吼，咱讲副作用甲不良反应，这个无共款的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有这个死亡案例，大概若是有这个死亡案例。一出来，亲像咱咧拍迄流感的时阵，若是有一个吼死亡，大家都讲啊，这个预防是有问题，但是绝对唔是安尼吼。咱头拄讲慢性病啊，家己各样这个关系吼，身体素质拢有关系啦吼。所以咱看到就讲，虽然2月26吼，香港有一名这个查甫人吼，伊是注这个中国的这个预防射啦吼，但是伊是用这个哦灭活这个预防射，2天了后死亡。另外3月初的时候，日本吼一名60多岁这女性2月26时阵接到这个 Pfizer 这预防射吼，买手嘛是。来死亡。另外咧，这个韩国吼是即阵咱讲吼3月初3啦吼，韩国这个所在哦有一个是接到 AZ 吼预防射了死亡案例啦吼，啊另外一个吼嘛是共款吼
带入这个医疗了哦，这个慢性病这个患者。啊，今日咱嘛看到讲吼，测试的时间韩国佮传出有3个人是注这个 AZ 的预防针死去哈，但是目前也无法度证实吼，这5个人，也是讲这几个人死亡拢是甲这个预防针有关系，所以嘛是印证头拄啊这个副议长所讲的吼，尤其吼，这嘛有一个数字吼，这个英国咱头拄嘛讲到吼，是全球第1个来去拍的这个国家吼，100万外人来去注。第1剂啦吼，咱即阵无讲第1剂、第2剂，拢是做第1剂，这个数字表现了应该是袂歹啦吼。这就是数字是安尼啦，我再报告给大家知影吼。英国吼拍2种疫苗啦吼，用下 AZ 啊甲 BNT 2种。是 AZ 的部分，伊即马吼算起来是100万做单位，100万有12个人有所谓的严重不良反应。是 BNT 呢，100人有21人。吼，啊过来。这是英国的部分，美国吼是拍2种 BNT 甲莫德纳，是啊，赶快100万人在 BNT 是5个人，有严重不良反应。莫达纳呢是2.8个人，100万有2.8个人有不良反应，看看啊差不多。差不多。啊，我讲一个数字，你看，流感疫苗，流感疫苗呢，去年的统计，400万人拍，有15个人有严重不良反应，400万人。剩下100万人有3.75个人，是，剩下啊，甲英国甲美国看起来咧，啊数量差不多，差不多。所以你要来讲啥？讲就是要讲这疫苗是无安全吗？算起来是足安全的。是，因为你流感拢敢拍，啊何况是这 AZ 也是。流感的这个数字表现，佫无咱讲这个咱新的这个。COVID-19 的预防针来好啦，应该是差不多啦吼，是，所以咱当看到吼，大家爱有信心啦吼，所以咱讲吼，买手真正是爱配合政府的这个政策吼。今日伫记者会头顶吼，有记者就问到讲吼，是毋是会参考到一寡这个吼地图的这个运用吼，互预防针若是要去做，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巴西要去做，因是开车吼，亲像这个 drive through 吼，得来速的这个方式吼，一个去做啦吼。啊，台湾有啥物方式会当做较顺利的无？这确实是爱注意的所在，因为唔知大家有印象无？咱即届迄个流感的预防针，拄开始的时阵，因为大家拢足紧张，大家是现在想讲，哎呦，我紧来主播啊，到时阵啊感冒人就是我是 COVID-19 的，对不对？所以一开始的时阵，大家拢去做到啥呢？迄较无风险遐个人，较少年遐个人做了后，较老的人动作较慢做无着。啊，即马迄当阵在想讲啊，无呢，咱爱来排一个优先的顺序。所以赶快即届吼，咱 COVID-19 的疫苗，伊嘛是有即个风险嘛，佮啥物人应该先做，即个排序也先出来，所以这第一。啊，第二个讲，倒位够有疫苗会通啊做，这就是之前有讲的，像咱有 APP 吼，之前有迄个口罩地喙安的地图嘛，啊后摆是毋是就讲咱这个接种的通知书啊发出去，咱是毋是赶快有一个 APP， 像咱即马也是咱咧咱健保快易通还是啥，吼，这个电脑我手机去看，我就知啊。阮家这附近倒一间诊所，还是倒一间即个卫生所，伊有通啊注射。啊，做安尼就较方便。大家嘛袂讲吼，搁群聚啦，大家排队排啊，讲啊，拢莫画着，啊，搁排遮紧安尼。安尼也较方便，把即个优先顺序排出来。啊，到时阵是寄单啊，通知大家来做。啊，你应该去倒做，你即个区有所在，倒几个所在来做。啊，你感觉投票赶快看一个啊，家人去你就去做。我讲安尼排起来应该真好。啊，你做了你就有记录嘛。啊，记录总共你是爱做第2档的。啊，当时爱来，咱这 APP 来注记，甲你用这手机啊，是赖上甲你通知讲啊，你当时爱做第2档爱来，啊，你应该就是用真顺利的，甲这拢做好了。是，有影然后咱讲这个超前部署啦吼，其实病院应该嘛有想讲吼，面对着未来吼，这个民众吼，台湾人若是要来做啊，恁的这个措施有啥物？是啊。其实吼，素清讲了无唔对啦吼。其实咱台湾做这预防针是足有经验。有影。所以你知影无吼？咱台湾的健保就是单一保险人吼，所以咱大家拢每人都有一张足重要个健保卡。这张健保卡内面会使注记你足侪你注这个预防针的记录，甚至你注倒一支迄个牌，拢会使写喺内面，这拢无问题。是，就敢若讲咱即马吼，咱在注这个流感，在病院你注的时阵，我都爱甲你插卡。啊，我就甲你写，讲哦，这洪子仁民国倒一天来住，啊住啥物牌拢知影。拢知影。哦，这拢知影。第一节、第二节袂老高。对，这记录啊足清楚的。啊，你啥物时阵住啥物牌住拢知影的时阵，你会使个透过你的 APP，你的这个健保快易通，你嘛会使去遐查资料。迄健保快易通除了
买这个喙炎，就是用这个 APP 嘛。所以去年这个 APP， 我是讲全台湾最劲爆的 APP， 就是这个健保 APP。为什么？700万人下载这个 APP。为什么？伊你要喙炎，你就是爱下载这个 APP。啊，但是我要甲咱的民众讲，这个健保这个 APP 足牛的，伊唔是干那会晓买口罩、买喙炎。你去倒看病拢知啦。你去倒看病，啊，你领什么药啊？啊，你的检查的结果是啥？ APP 拢知影，所以咱即马做这边做这银行下，咱就是要运用这个健保这个 APP， 甲咱的 IC 卡的注记，甲咱全国的民众，你做什么银行下，什么时阵做什么牌，啊，咱拢甲记录起来，甚至做完了后，伊若做完了，若搁有去看医生，看什么科，医生拢知影，拢会使搁我写入去，这就是一个大数据，啊，咱就会了解咱全台湾住的状况啊啦，拢会使踮咧这个健保的 IC 卡这个。 大数据内面去得到答案，所以这是咱台湾有时啊，咱的健保办遮好吼，啊，咱即马就是讲拄到这个疫情来的时阵，无想到这个健保的这个有的国外就讲咱这是缺点的单一保险人嘛，啊，大家看，单一保险人即马对防疫反而是变成它的好处就。 凸显出来，有影吼，伫咧喙炎头顶会当看到，是啊，买手做这个预防车，买当各用到伊这个功能吼，是啊，这个可能今年吼，这个 app 这个使用率过去这个喙炎的买的人较减少，但是为着要拍预防车，大家吼这个 app 会太掉，搁甲吼 download 落来吼，所以咱嘛继续来看讲吼，这个真正若是有这个免疫的这个反应吼，有的人吼真正免惊吓吼，咱看到讲，但是中部长安怎讲吼，目前吼也无这个证明死亡案例。 甲咱直接吼注意方式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啦吼，所以嘛是吼应证咱头拄啊所有来宾的这个讲法啦吼，所以民众若是有这个过敏的这反应吼，接的这个注射的时阵都要向医师来咨询啦吼。另外免疫反应吼产生的这过程加加少少拢有这个身体各样啦吼，嘛是这是正常这个免疫反应吼。头拄啊一开始的些节目的时阵就讲吼，是毋是这个副作用愈强吼，就是代表这个咱讲预防针代表愈好啦。但是头拄啊这个研究员甲咱讲，毋是安尼啦吼，但是 这拢是有一寡反应，拢是正常的吼。啊，少年人免疫系统较强吼，拍入了后吼，这个预防针可能的这个反应较激烈吼，产生副作用会比这个老岁人较悬。这是啥物概念呢？哦，因为我想讲，咱少年人甲老人吼有啥物差别？咱老人就啥物一寡生理功能拢会慢慢减退嘛。是。啊，这减退其实包含免疫系统啦。哦。啊，那免疫系统较降低，就是讲吼变得比较迟钝。所以咱有些不管是拄到 感染还是叫拍预防针时阵，免疫反应叫激活，咱这激活的作用性，伊就较迟钝嘛，所以伊反应就较低。OK， 啊，比照咱少年人，伊就反应较强。当然啦，免疫反应较强，伊产生副作用的机会会变大，这是一定的。哦，但是这就头我都我有讲过，疫苗要做较好，就是想办法爱甲咱的免疫不好的反应给降下来。是，所以这副作用爱给降下来，这是 做疫苗研究疫苗主要的所谓的目标，你若做不好，啊，这疫苗袂免上市，连我都无机会拍的人身上啊。是，所以即马就起码回过来讲，虽然少年人的副作用有机会，往往是有机会较悬，但是这有机会的副作用拢是会使 可控制的是范围。啊，少年人这承受能力可能嘛较好淡薄啦吼。啊，头拄咱头拄讲的这个疫苗的这个副作用愈强吼，免疫这个力相对的这个愈强，可能就是这个苏玉芳医师所讲的啊。但是这个部分可能有一寡这个疑问的这个所在啦吼。但是咱嘛吼有这个黄立明啦吼，伊讲建议政府都要建立一套咱讲不良事件通报的这个机制。相信这个机制其实拍流感的时阵都有啊。是。咱其实本来就是这个机制，我感觉 更较重要的是，咱安怎甲民众吼讲这个代志。因为有当时民众袂了解，讲我今仔去做预防针，我今仔暗时呢，我总共是心肌梗塞。啊，这有当时啊呢，毋是甲预防针有关系，伊是拄好发生咧这个时阵。所以这甲预防针治疗了后产生的这个健康的问题， 都是我是甲预防针有关，都是我是甲你本来的问题有关，都是我可能甲今仔日的气候有关。这爱由专家来看。所以未来是讲，啥物时阵安怎去甲民众交代讲，咱做到即马拢总做几档，有偌济人即马有通报，才会感觉无啥爽快反应。可以才会通报，才会
案入来了后，咱才会专家安怎看，咱若会真清楚知影，咱是安怎判断讲这个是还是毋是，安尼大家吼愈透明吼啊。沟通愈好，我感觉民众才袂惊啦。我见着韩国就是安尼，韩国进前就说啊，这个死，就感觉所有注射了后死的拢是因为注射死。是。啊，可是伊讲，你详细算看卖，咱这么这老的社会，咱一年爱死偌济人，每是时间拢有人咧死啊。伊可能这个时阵就拄好注着射嘛。是。所以这个咱安怎判断，咱安怎互民众因讲，我无爽快，我甲送讲。我有一个通报的，比如说我应甲医生讲吗？还是讲我？直接，说不定我后摆你 APP 我能写我当时啥物代志嘛，袂要紧。啊，总讲你，我知影我可以三讲，啊，恁会安怎去看我这个是毋是甲预防针有关系？安尼后摆才知影清楚，安尼就真好啊。有影吼，愈清楚愈袂惊。有影吼，这个机制吼，大家应该拢有啊吼，只是大家这个接受资讯的这个方式哈，是讲这个理解这个方式，到底爱转一下吼。啊，其实咱讲吼，11.7万吨吼已经来啊吼，大家嘛免伤惊吓。继续公共卫生做套牢吼，咱嘛会当望着讲吼，咱这个未来。这个医疗社佫入来，啊，另外嘛是国产的医疗社，嘛是会当吼来做一寡这个吼搭配这个所在吼。今日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情况，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